后来乡亲啊，这个花市上新的台语电视剧，那是一个人，主要是咧讲伫个大都市奋斗的男女，安怎家己一个人伫过生活，包括家己一个人去病院动手术，家己一个人过年食围炉等等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一个人嘛会当过甲真精彩。我嘛会使家己一个人。一个人敢会当过甲真好，两个人敢真正都较幸福。随着单身族离婚率年年创新高，全球特别进入独居时代。相信台语电视剧若是一个人，由金钟奖编剧杜正地导演，要互观众知影一个人从来就毋是少数。台语的这个戏剧，普通人会想到讲它比较乡土味，但是阮这是非常都会、非常时尚的偶像剧。这个无同款，这个咱用时尚。事件的一个都会的元素，咱来拍这出戏。广广集团董事长甲花市总经理用视讯方式参与开播记者会，参加演员嘛讲出家己的心声。尤其像最近疫情，就是我们大家都一直待在家里，也常常都是一个人。现在的人看了应该会蛮有感触的，就是其实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定定的小宝无代表着无幸福。这部新形态台语都会剧4月19暗时首播，要甲都会内上真实的样貌呈现予所有观众。